继续来看观光局明仔载会公布到春游补助的方案，因案会邀请业者来座谈。进前交通部长林佳龙讲，春游的补助拍算一个人要补助500块的住面费，若是住这个初级的饭店，会当阁加500变1000。结果旅馆甲民宿的业者噗噗跳，讲安尼无公平。 交通部4月份起要推出春游补助方案，每人500块的住房费，若是住青级的旅馆，企业组团招待员工、青年到离岛去游览，拍算要加补助500块。因过有业者伫不满，讲全台湾青级的旅馆将近500间，一般旅馆有4000外间，青级加500块，等是补助针对酒数。中华民国观光旅馆工会理事长罗正义就讲，政府带头补助拢是好消息。 上一次的1500块钱效果蛮好的哈，增加了17%左右吧，就是因为有这个补助，所以每一家都大概平均成长17%的。我们业者，我跟他们开会的时候，他们都非常的赞成政府能够再延续继续给予一点补助对整个的客人的回流，对生意来讲是有上升。 全台湾饼馆讲，中国客唔来，就鼓励咱台湾人家己游览，吸引东南亚也是韩国、香港游客来。春游个人的补助，因案会邀请相关单位座谈，要找出上好的补助方案。